六千结巴，第8课。狗手糖团桌，家畜和动物。硬吹龙巴拉团追集忙波通救援。在我们的家乡里，可以看见很多种动物。团追集啦，yak 集。动物的种类有公牦牛、母牦牛。左摸、啷、爬丘、马黑。公偏牛、母偏牛、公黄牛、母黄牛、水牛。look 大。澎菇、切乌、山羊、绵羊、马、驴子、骡子。去躺爸爸即大远，狗还有猪等等。团桌忙切瓦刚拉萨拉住内卓起远。大多数的动物都是手脚站立于地而行走。团桌配切瓦拉那么远，动物大部分都有尾巴。团桌卡谢千波糖，卡谢冲冲远。动物有些体型很大，有些体型很小。亚尼破蕊，吉尼摩蕊。公牦牛是雄性的，母牦牛是雌性的。佐尼破蕊，佐摩尼摩蕊。公偏牛是雄性的，母偏牛是雌性的。啷尼破蕊，爬丘尼摩蕊。公黄牛是雄性的，母黄牛是雌性的。爬丘糖马黑欧妈最基远。母黄牛和水牛提供牛奶。Lucky 陪最基远。绵羊则提供羊毛。然尼芒切瓦拿波糖，卡谢格拉波羊远。山羊大多数是黑色的，也有部分是白色的。大洋喜马拉耶米日南拉偏头千波远。马对于喜马拉雅民族的人们也有很大的注意。硬脆澎古尼加拉基真起切度收供切基远。我们为了搬运物品的缘故而饲养驴子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硬脆沙恰开始啦。开始以及忙波通救远。在我们的什么地方里可以看见很多种什么？硬吹龙巴拉团追集忙波通救远。在我们的家乡里可以看见很多种动物。硬吹囊拉卡拉基吉忙波通救远。在我们的家里可以看见很多种食物。硬吹碌扎拉碌地基吉忙波通救远。
在我们的学校里，可以看见很多种教材。硬吹公巴拉被切日忙波通究院。在我们的寺院里，可以看见很多种经书。卡瑞佩切瓦拉卡瑞月，什么大部分都有什么。豚捉佩切瓦拉阿妈月，动物大部分都有尾巴。卡佩切瓦拉修巴月，鸟类大部分都有翅膀。尖仙佩切瓦拉切德尔月，猛兽大部分都有獠牙利爪。日大佩切瓦拉密巴月，草食动物大部分都有蹄足。卡瑞卡谢看这堂，卡谢看这远。什么有些如何，有些如何。豚捉卡谢千包糖，卡谢冲冲远。动物有些体型很大，有些体型很小。美豆卡谢莫尔波糖，卡谢斯尔波远。花朵有些是红色的，有些是黄色的。新东卡谢托波糖，卡谢马波远。树木有些是高的，有些是矮的。乍卡谢仁波糖，卡谢通通远。草有些是长的，有些是短的。米南卡谢桑波糖，卡谢度假园。人们有些是善良的，有些是恶劣的。凯瑞尼破蕊，凯瑞尼魔蕊。什么是雄性的？什么是雌性的？亚尼破蕊，吉尼魔蕊。公牦牛是雄性的，母牦牛是雌性的。佐尼破蕊，佐莫尼魔蕊。公偏牛是雄性的，母偏牛是雌性的。朗尼破蕊，帕丘尼魔蕊。公黄牛是雄性的，母黄牛是雌性的。卡破尼破蕊，卡莫尼魔蕊。公鸡是雄性的，母鸡是雌性的。吉波尼破蕊，吉莫尼魔蕊。国王是男性，皇后是女性。巴沃尼破蕊，巴莫尼魔蕊。勇父是男性，勇母是女性。七色的生词。狗畜，家畜。豚捉，畜生，动物。隆波，地方，家乡。rik，种类。莽波，多的。通，看见。求，将。
Yak 公牦牛。G 母牦牛。左公偏牛。左摸母偏牛。啷爬啷公黄牛。Pachuk 母黄牛。马黑水牛。Ra 山羊。Luk 绵羊。大马。捧布捧菇驴子。切乌骡子。Ki 狗。帕巴猪。Jidak 等等。芒切瓦大多数。Ganglak 手脚。萨地。Zugba 竖立。着行走。Perchewa 大部分。Ngama 尾巴。卡谢有些。千波大的。冲冲小的。破雄性公的。魔雌性母的。欧妈牛奶。坠给予提供。皮羊毛。Nagbo 黑色的。Gerbo 白色的。Himalaya 喜马拉雅。Mirik 民族种族。Nom 多数。Pentok 注意。Jalak 物品。Girjen 搬运。Kejei 切土为了什么的缘故。Sogyongche 养育饲养。